點解就係今日嚟到大和縣嘅城中城咧，嚟支持我一個朋友啦，台灣朋友艾蘭開嘅一個台灣正宗料理，叫做安哥姐。我入去睇下 ，Let's go。艾蘭，你在哪裡？艾蘭。哦，嗨，这开场你喜欢嗎？大家好，我是來自台灣的艾拉。好，艾蘭，這樣有什麼介紹？介紹你的招牌。每一樣都是招牌，不是招牌我不敢賣。給我講話很囂張，這樣子。囂張啊，有一點囂張啊。好，今天謝謝你的到來，不會每一樣都上，要是熱騰騰的。好，呢個就艾娜介紹嘅主打菜啦。首先係一個滷撈飯先啦，必食㗎啦，呢個係咪？食落去嘅時候咧，攞個滷撈咧鹹香咁樣，配上佢哋一個木桶蒸嘅飯咧，一個甜甜地，一個鹹鹹地 mix 起嚟咧，真係幾唔錯食嘅。佢嘅 set 咧係有滷撈飯啦、紫菜蛋花湯，仲有一個係滷蛋啦。除咗滷撈飯咧，第二個食咧一定係空撈飯啦，就一嚿肉㗎啦，好似東坡肉咁樣嘅。咁食起嚟咧，就係揀到個又肥又瘦嘅，食起嚟條豬絲啊，食到瘦肉嘅時候好紮實啦。配上個飯咧都幾唔錯，一樣係有蛋同埋有個湯啦。台灣仲有一個切仔麵嘅，佢嘅麵嘅口感咧類似係黃麵啦，但係佢冇咁重嘅鹼水味。味道咧就有啲蒜香嘅味道啦。最尾介紹埋呢個滷豆腐啦，佢哋嘅滷豆腐唔一樣嘅喎，佢哋入邊嘅豆腐味滑滑㗎啦，佢又好似有啲一層一層咁樣嘅，但係咬下又幾香下嘅喎。仲有一個台灣嘅竹筍啦，個滷蛋皮蛋啦，你哋都可以試一試嘅。有興趣嘅就過嚟試一試啦，呢個係台灣正宗㗎嘛。我食嗰個，我哋下次見，拜拜。